上海中國晚報想宣大元帥演講。喂，我哋大家係中國人，我哋知道中國2000年來係世界上頂富頂強啲國家，知道唔知道呢？但係現在中國係乜嘢嘅情形呢？中國現在就變成係世界上頂貧頂弱嘅國。中國嘅人民出海外嘅就俾外國人欺負凌辱，看得像一個人樣。在中國外邊呢，外國對於我哋嘅政府呢，對於我哋嘅國家呢，亦係睇唔起，所以外國就有要對中國嚟瓜分呢一點。後來呢，覺得呢個瓜分呢係好難實行，恐怕因為瓜分中國呢，惹出個各國自己打自己，所以呢，現在各國協同嚟商量，要把中國嘅國事嚟共管，大家嚟共管中國，就係呢睇中國唔起，以為中國係不能自己中國。依家你想想，我哋中國2000年來係世界一個文明嘅國家。2000年前，中國最強盛嘅時代，就所謂天邦進貢，萬國來朝，各國都要拜中國為上邦。到今日呢，中國範圍嘅退化，呢個係為乜緣故呢？就係中國從受滿洲征服以後，中國人失了個國家精神。中國亡國於滿洲260幾年，中國嘅人民在呢260幾年之內呢，就瞓着覺，所以中國嘅政治退化，個文明退化，中國工商事業退化，中國所以到今日就成為民窮財盡，就變成各國睇唔起。中國墮落到今日呢個地位，我哋做國民嘅要有一種乜嘢個感覺呢？我哋對於國家第一件，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危險，先知道危險呢，我哋就要設法子嚟避呢個危險。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個危險呢？就要大家同心協力嚟贊成革命，用革命嘅方法，用革命嘅主義嚟救中國。革命嘅主義係乜嘢呢？就係我哋嘅三民主義。第一，民族主義；第二，民權主義；第三，民生主義。用呢三種嘅主義呢嚟救中國。呢三種嘅主義呢，我哋就大家要留心，要嚟考究。咁從邊處能考究得呢個三民主義呢？對於呢個三民主義，我近日在呢個廣東高師每禮拜練習一次。
頭一個民族主義咧就延遲超6個禮拜就講完，第二個民權主義咧又延遲超6個禮拜講完，第三個咧民生主義咧7日再嚟演講。現在呢個民權主義、民族主義兩種咧已經係合於出嚟，咁就要諸君咧留心呢個三民主義咧，要將我呢個三民主義呢啲演說要嚟留心詳細嚟讀過。呢個三民主義咧係講得好透徹嘅，係發揮得好精密嘅，裏頭咧係好多新思想，好多新發明。諸君能讀呢個三民主義咧，就曉得用乜嘢方法嚟救國啦。我哋能照住三民主義呢種嘅方法，呢種嘅精神，大家同心協力嚟救國咧，咁就中國就可以反弱為強啦，轉貧為富啦，就可以從今日啲列強嘅定價提出啦。